虎哥真好，还特意带我们来玩。冉冉，这2天真是难为你了，一回来就要为嫁人的事情而烦恼，真是搞不明白呀。我之前在太乙山的时候，每天都偷懒不练功，也没有人说我，整天跟师姐啊、师兄他们玩，可开心了。可是，唯一让我烦恼的，就是不知道为什么，二师兄突然就不愿意见我了。二师兄，就是你经常提到的萧慕尘，江湖人称绝情剑。就是他，他武功可厉害了。以前我在太乙山的时候，最喜欢和他练剑了。我听舅舅舅母说，萧慕尘对我们家有救命之恩。8岁那年，爹娘把我送去太乙山，是二师兄带着我去一仙谷，恳求素女师傅为我医治，并且寸步不离地照顾我，陪着我。冉冉，你的身体到底怎么样了？挺好的，已经很久没有犯过了。不过3年前真的是挺严重的，因为当时有3个月的时间，我什么都不记得了。不过还好，我现在有素女师傅给我的还魂丹，所以不用怕。3年前发生了什么？你真的一点都不记得了？素女师傅说，我昏迷了3个月，可是我一点印象都没有。不过从那以后，我就经常做一些奇奇怪怪的梦。你都梦到了什么？一醒来就忘了。不过我觉得都是噩梦。冉冉，你的病到底何药能医？素女师傅说了，只要有月亮花种和9瓣灵芝，就可以治好我的病。月亮花种，9瓣灵芝。那素女师傅不是答应我们会给冉冉解毒的？素女师傅和二师兄现在整天都在为找9瓣灵芝到处奔波。素女师傅、二师兄，冉冉谢谢你们啦！妹妹，走。妹妹，怎么样？慢点，妹妹，醒醒啊！妹妹，我来。醒了，妹妹，我看看，怎么样？脉象正常。妹妹，冉冉，你没事吧？快回家找二哥。走。多亏公子出手相救，在此谢过。公子请尽快换下湿衣，保重身体。你们都去哪儿了？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啊？爹娘都已经……哎，慢点。妹妹怎么了？妹妹怎么了？表姐，冉冉落水了。落水？哎呀！冉冉，爹娘，儿子无能，让妹妹受伤了。出什么事了？舅舅舅母，我和冉冉坐在船上聊天，结果冉冉没坐稳，掉进河里了，没拉住她，都是我的错。天儿，和你没关系，无需自责。2个大男人在那儿，连自己的妹妹都保护不好。
冉冉怎么样？掉进河里呛了水，没有什么大碍，只是有些发烧，受了一些风寒。从今天开始，谁也不许带他出去，你们给我轮流看着他，好好看着。是。我知道了，舅母。玉。二公子，哎呀，真的是二公子吗？是我，福伯，我回来了。好，回来就好，快进去吧。老爷，二少爷回来了。让他进来。是。秦老回府，父亲安好。起来吧。3年在外，身体可还好？孩儿不孝，3年未归，让父亲担心了。你可知道，为父这次召你回京所为何事？孩儿知道，孩儿这次回来，就是想劝父亲退了这门婚事。你说什么？哥哥血仇未报，魔教1天不铲除，孩儿就不能安心成亲。朝堂之上，当着文武百官，我与苏丞相在皇上面前定的这门亲事，这婚你非结不可。孩儿恳请父亲收回成命。这事儿没得商量。你连日赶路也累了，早点歇息。过2天就跟我去丞相府拜见丞相大人。哼！月影，月影，不许忘了我，不要忘了我，你是谁？不要。日轩，你这不孝子，3年不回家，一回来就想气死我呀！父亲，您听我说，我搜索边疆3年，已经追查到当年杀害哥哥的凶手，是魔教的诱护法日轩。魔教教徒神出鬼没，杀人如麻，手段惨绝人寰，更甚者还能操纵人的心智。3年你都没能抓住凶手，光凭你一人，怎么能把魔教一网打尽？孩儿恳请父亲再给我2年时间，我一定会手刃日轩。
住口！不要再胡言乱语。为父不会再放你回边疆，让你终日陷入危险之中。父亲，来人呐，在，把他拖走。父亲，父亲。请问您这是？再不让我出门，我是娄家堡管家，求见苏我就丞相。真的大病您稍等不起了。好机会啊！哎，七哥跟我说过，往集市走是左转还是右转来着？啊，左转。少主，大管家已前往宰相府。知道了，让大管家先和他们周旋周旋，我出去转转。是。这。这集市到底在哪儿？